第13屆香港國際武術節吸引咗超過4000名武術愛好者，接近400支團隊參加。佢哋大部分嚟自全國各省各市嘅會館，亦有啲參賽者遠道由美國、俄羅斯、意大利等地嚟到參賽，實行以武會友。我覺得好多體育呢都係外國傳翻嚟㗎，只要武術係中國唯一嘅體育項目，希望我可以推動佢嘅發展啦。今次比賽有4300人參加，最大嘅呢俄羅斯嘅運動員83歲，最細嘅呢係深圳嘅一個2歲半。武術節由2003年起舉辦，一向都係香港其中一個武林盛事。最多人參加嘅一屆有超過9000名武術愛好者嚟到，競逐52個單項嘅冠軍，場面非常熱鬧。這種比賽的宗旨呢，它是為民間武術創造了一個平台。這個跟這個世界錦標賽，什麼這個亞運會。像這個全國性比賽，那不一樣。那個呢是為了提高技術，我們這種比賽呢，主要是考慮民間習武者有這麼一個交流的平台。而舉辦咁大型嘅活動，地區嘅配合都相當重要，所以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都有嚟到支持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中國武術啊，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。咁啊，能夠多啲居民認識同埋參與咧，係非常之好噶啊！咁啊，既能夠強身健體啦，鍛鍊自己嘅意志，咁啊，亦都可以咧一技傍身啦。重頭戲武術王中王嘅對練比賽會喺今晚7點上演，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去到馬鞍山體育館支持啦。銀牌籃球賽勝方準決賽，南華對福建激烈對決，轉頭有得睇。